呢堂課我係想講一個好多人從來未聽過嘅嘢，唔係因為我想收埋啲咩秘密，而係因為呢啲內容太容易俾人誤解，亦都太容易俾嗰啲心術不正嘅人攞去亂咁用。但我諗咗好耐，我而家頭髮都白晒，牙齒都開始鬆，有啲嘢如果我唔講出嚟，可能以後就真係冇機會話俾大家知。所以我今日決定破例一次，同大家講一個困擾咗好多人幾十年嘅核心問題。你有冇試過有一種感覺？喺人群入面，你跟住大家一齊笑，你亦都好客氣咁應酬咗嗰啲寒暄，但係你個內心從來都冇真正安靜過。你坐低食飯嘅時候，睇住身邊嘅人為咗一個職位爭到面紅耳赤，或者為咗幾蚊雞嘅小利益計到盡，你心入面會有一種講唔出口嘅厭煩。呢種唔係睇唔起人嘅，覺得呢啲根本唔係你想要嘅嘢，但係你又講唔出自己到底想要啲咩。仲有一種感覺更加奇怪，就係你隱約覺得呢一世好似仲有一件非常重要嘅事未做完，但係你又講唔清楚嗰件事到底係咩喎？呢種感覺你有冇試過？如果有嘅話，你今日就嚟啱地方啦！我呢一世睇症幾十年，見過嘅人加起來唔知有幾多萬，各種各樣嘅命格，窮嘅、富嘅、貴嘅、賤嘅、順利嘅或者係苦命嘅我都見過。但係有一類人令我每次睇完佢哋嘅相貌同命盤，心入面都會沉一沉。呢類人嘅面上面有一啲非常特殊嘅標記。嗰啲唔係普通五官靚唔靚嘅問題，而係一種印記，係上天刻喺佢哋面上面嘅記號。呢種人前半生通常過到一塌糊塗，明明冇做壞事，甚至比邊個都善良，但係偏偏總係俾人背叛，總係懷才不遇，錢賺到手又散晒，感情好咗又變差，就好似有人喺背後專登同你作對咁。但我話你知呢個並唔係你命苦，更加唔係你運氣差，呢個係因為你嘅來歷唔簡單。你經歷緊嘅係一場靈魂層面嘅大測試。我哋中醫入面有一句話叫做有諸內必形諸外，一個人內在係咩氣質，出面就會生出一張點樣嘅面。你嘅五臟六腑，你嘅心肝脾肺腎，你累積咗幾多陰德，受過幾多苦難，扛過幾多重擔，全部寫晒喺你塊面上面，根本遮唔住。我今日就要教你哋點樣去睇嗰幾個特殊嘅印記，睇下你自己有冇，睇下你身邊嘅人有冇。有啲人睇完呢堂課會流眼淚，唔係因為難過，而係因為突然明白咗，原來我咧一路行嚟受個苦都唔係白費嘅。我哋而家正式開始講。喺我將嗰幾個面相特質逐一拆解俾你哋睇之前，我必須先講清楚一個核心概念。唔係嘅話，你哋後面聽到嘅嘢只係皮毛，聽唔到入骨。呢個概念就係我今日講嘅主角，叫做乘願再來。好多人聽過呢四個字，但係大多數人嘅理解都係錯嘅，或者係太淺薄。佢哋以為呢四個字就係某種神仙轉世，或者是帶住特殊使命降臨嘅聖人，聽落好神秘喎，同普通老百姓好似冇關係。其實完全唔係咁樣。我先同你哋講嚇，佛家同易學呢兩個體系入面對呢件事嘅解釋。佛家講因果同業力，人喺世間嘅輪迴，大多數係俾業力拉住行嘅。咩叫業力牽引呢？就係你上世做啲咩，做咗咩因，呢一世就嚟承受嗰個果。你欠咗人哋嘅，呢一世嚟還債；你害過人哋嘅，呢一世嚟失去。隨波逐流，俾業力推住行，呢個係大多數人嘅狀態。但係仲有另外一種情況喎，有啲人佢唔係俾業力推住嚟，佢係自己選擇嚟嘅。佢呢一世嚟係帶住一個心願，或者一個使命，或者一件上世未做完嘅事，佢要翻嚟將佢完成。呢個就叫乘願再來。呢兩組人最大嘅分別喺邊度呢？業力牽引嘅人，隨住命運擺佈，命好就過得好，命差就過得差，自己都唔知為咗咩生存。而乘願再來嘅人，內心深處有一條線，嗰條線一直拉住佢，佢講唔清楚條線係咩，但係佢就係割唔斷，亦都放唔低，總係覺得自己應該去做一啲更加重要嘅事。咁問題嚟啦，既然乘願再來嘅人咁了不起喎，點解佢哋嘅日子偏偏過得咁苦呢？點解唔係一開始就飛黃騰達，反而係各種磨難同考驗呢？我從中醫同易學兩個角度嚟解釋。易經入面有一個卦象叫做屯卦，屯係咩意思呢？係草木出世要破土而出嘅嗰一刻，一粒種子喺土入面發芽，你以為佢好輕鬆，一啲都唔輕鬆喎。厚厚嘅泥土壓喺上面，佢要用盡全身力氣去頂去掙扎，先可以將嗰個嫩芽頂出地面。嗰個過程對種子嚟講就係磨難，但係冇嗰個掙扎喎，佢永遠都出唔到嚟。乘願再來嘅人，佢哋嘅靈魂係需要喚醒嘅。喺呢個喚醒嘅過程入面，需要足夠大嘅外力去敲打。生活入面嘅小苦小難喚唔醒佢哋，
必須係嗰種令人刻骨銘心、幾乎抖唔到氣嘅巨大衝擊，先可以將佢哋靈魂深處沉睡嘅記憶震醒。從中醫嘅角度嚟講，呢個叫做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呢個唔止係大道理，呢個係真實嘅人體機制。一個人經歷咗巨大嘅痛苦之後，如果佢嘅精氣神冇俾人消耗乾淨，如果佢嘅五臟冇因為怨恨同憤怒而壞晒，佢反而會生長出一種非常珍貴嘅嘢，叫做定力。呢種定力就係成願在來者最核心嘅本錢。道理講完啦，我哋一進入最關鍵嘅部分，我要話俾你哋知，成願在來嘅人面上面到底係邊幾個特殊嘅印記？呢幾個印記唔係你去整容醫院可以整出嚟，亦都唔係你買貴價護膚品可以養出嚟。佢係從骨入面、從氣血入面、從你呢一世一路行過嚟嘅苦難入面，慢慢沉澱出嚟。我哋先講第一個印記，就係眼睛。我先問你哋一個問題：你哋有冇見過嗰種人？佢可能年紀都唔細，面上面都有皺紋，睇到歲月嘅痕跡，但係佢對眼入面有一種嘢令你覺得非常舒服、非常安心，唔係嗰種咄咄逼人嘅銳利，亦都唔係嗰種渾濁嘅茫然，而係一種講唔清楚嘅篤定同清澈。你同呢種人講嘢，不管你講咩，佢都會靜靜咁睇住你。嗰雙眼好似可以睇入你心底，但係佢唔急住去審判你，亦都唔急住去表達意見。嗰種感覺令你覺得成個人俾佢接住咗呢種眼神。喺商學入面有個講法叫眼有定光，呢個定光唔係天生嘅，係磨練出嚟。對眼係肝臟嘅外在表現，肝主疏泄，主藏血，管嘅係人嘅情緒同判斷。一個人如果肝氣鬱結，長期壓抑憤怒，佢嘅肝臟就會化火，呢啲火往上行，眼睛就會出問題。你哋觀察一下嗰啲長期憤世嫉俗嘅人，眼白容易充血，眼神容易混濁，或者帶住一種非常唔舒服嘅凶光。但係成願再來嘅人就唔一樣啦，佢哋都經歷過背叛，經歷過唔公平，但係唔知從幾時開始，佢哋對呢啲嘢有一種奇怪嘅淡然，唔係麻木，而係睇透之後嘅放下。呢種放下令佢哋嘅肝氣得以舒展，眼睛入面反而保留咗一種非常難得嘅清明。如果你喺鏡入面睇到自己對眼，呈現出一種經歷過滄桑之後反而更加清澈嘅狀態，嗰個就係第一個印記。跟住講第二個印記，呢個特質叫做陰腰紋，亦有人叫佢陰德紋。佢個位置就喺對眼下面，即係我哋平時講臥蠶嘅位置。但我必須嚴格咁話俾你哋知，陰腰紋同普通嘅眼袋仲有黑眼圈係有本質嘅分別。普通嘅眼袋係浮腫嘅，係鬆弛嘅，陰腰紋就完全唔同。佢係幼幼地、平平地，唔係凸起嚟。佢好似係一種好淡嘅網罩，微微發黃，有一種特別溫潤嘅光澤。你睇到普通嘅皺紋，感覺係乾枯嘅；你睇到陰招紋，感覺係溫潤嘅。中醫有一個非常重要嘅理論，叫做心腎相交。心喺上面屬火，管嘅係情感同意識；腎喺下面屬水，管嘅係根基同生命力。一個長期懷住善念嘅人，一個默默幫助人唔求回報嘅人，佢嘅心血係流動嘅，佢嘅腎氣係充足嘅。呢兩股力量長期嘅和諧交匯，就會喺眼睛下面一個特殊嘅位置慢慢顯現出嚟。呢個紋路唔係天生就有嘅，係後天累積出嚟嘅。你冇做過嗰啲善事，面上面唔會生嗰樣嘢。所以商學上講，有陰招紋者，鬼神敬重。呢個唔只係一句空話。跟住講第三個印記，我要從骨相同氣場兩個維度嚟講。先講骨相，就係額頭兩邊嘅日月角呢個位置嘅骨頭，如果是飽滿嘅，代表呢個人有貴氣、有傲骨。我強調一個重點，呢種人係有傲骨，但係冇傲氣，即係話佢有自己嘅原則，唔會為咗討好人而委屈自己。但係佢表現出嚟一啲都唔囂張，而係一種內斂嘅堅持。你叫佢做違背原則嘅事，佢會靜靜咁講：我做唔到。呢種人命入面天然就有一種唔隨波逐流嘅基因，所以佢喺世俗入面往往顯得格格不入。但係正是呢種堅持，保護咗佢最核心嘅能量。再講氣場呢個部分，你有冇遇過咁樣嘅人？佢靜靜咁坐一邊，你行埋去，莫名其妙就覺得心入面好平靜。呢個就係佢嘅清氣上揚。成願再來嘅人對自然規律往往有一種天然嘅感知力，呢啲嘢唔使人教，佢自己就會去思考同感受。當呢種人安靜落嚟嘅時候，佢周身散發嘅能量係輕盈嘅，係寧靜嘅。呢三個特徵，如果你佔到其中兩個，我今日就可以話
你知你呢一世後半段嘅大運絕對唔會差，但係喺接住好運之前，我必須先講件非常重要嘅事。成遠再來唔代表你一出世就係一帆風順嘅，恰恰相反，我見過太多有呢啲印記嘅人，前半生過得極其艱難，艱難到你自己都會懷疑老天爺係咪將我忘記咗？我要話俾你哋知，老天爺冇忘記你，佢只係用一種非常殘忍嘅方式喺度打磨你，佢喺度將你唔需要嘅嗰啲雜質一刀一刀咁切走。切走嘅過程當然係痛嘅，但係切完咗，剩低嘅先至係真正屬於你嘅精華。我將呢個打磨嘅過程分成3道坎，第一道坎叫做孤獨劫，呢道關卡幾乎所有成遠再來嘅人都避唔過，表現就係你由細到大都同原生家庭有一種講唔清楚嘅隔閡，可能父母感情唔好，你由細到大就要學識獨自消化複雜嘅情緒，大個咗之後伴侶都難，唔係因為你唔優秀，係因為你嘅靈魂太清醒啦，你唔願意將就。朋友都唔多，真正嘅知己少之又少。你覺得孤獨嗎？當然孤獨，但我話你知呢個孤獨係上天俾你最大嘅禮物。因為如果你由細到大都生活喺溫室入面，你就唔會向內去問自己我係邊個，我要做啲咩。喺向內行嘅過程入面，就係靈魂覺醒嘅起點。第二道坎叫做破財劫，你有冇呢種體驗？只要你一起貪念，只要你試圖行捷徑去賺快錢，結果總係輸到一塌糊塗。但係奇怪嘅係，只要你唔係諗住錢，只要你專心去做你覺得有意義嘅事，錢就會從各種你意想不到嘅地方冒出嚟，啱啱夠用，但係就係夠用。呢個説明錢財對你嚟講只係完成使命嘅燃料，唔係目的地。一旦你將錢當成目的，系統就會立刻識別出你行壞咗，然後用最快嘅速度將多餘嘅錢由你手入面清理走，逼住你返正軌。第3道坎叫做誅心劫，就係專門嚟殺你個心嘅。你對一個人掏心掏肺，結果對方轉頭就背叛你。你幫助咗一個人，嗰個人唔單止唔感激你，反過嚟仲喺背後講你壞話。老天令你遇到呢啲白眼狼，目的唔係要你變成一個冷漠嘅人，而係要你喺痛苦入面學識一件事，叫做帶住鋒芒嘅善良，冇界限嘅善良，嗰啲叫懦弱。你要學識。應該俾嘅俾，唔應該俾嘅1毫子都唔可以多俾。呢度關卡打磨嘅就係你嘅慈悲同智慧。如果你將呢3道坎都跨過咗，說明你已經通過咗測試。大運就喺你前面唔遠嘅地方，但係好運唔係等喺嗰度嘅。你仲需要做幾件事，將佢接住。第一件事，你必須認清你自己嘅使命係咩。使命可以好細，細到只係照顧好你身邊嘅幾個人，但係嗰件事必須係你願意唔計代價去做嘅，係你心入面知道，如果唔去做呢一世會後悔嘅事。第二件事，你要停止內耗喎。我見過太多有天賦嘅人，將大半世嘅精力全耗喺糾結上面，糾結過去做錯嘅決定，糾結人哋對你唔住嘅事。你將注意力擺喺邊度，你嘅能量就在邊度消耗。停止內耗嘅方法好簡單。就係每日俾自己留返一段時間，唔好用電話，唔好睇電視，就靜靜咁坐住，等亂七八糟嘅思緒自己嚟自己走。慢慢你會發現嗰啲令你焦慮嘅嘢開始失去控制你嘅力量。第3件事，你要學識選擇你身邊嘅人。我講嘅唔係趨炎附勢，而係睇佢哋俾你嘅能量係咩性質嘅。有一種人每次你同佢一齊，你都覺得充滿咗希望。另一種人，每次你同佢一齊，你都覺得成個人俾人抽乾咗，開始懷疑人生。後面呢種人，不管識咗幾多年，你都要有意識咁降低互動嘅密度。人係氣場嘅動物，你靠近點樣嘅氣，你就會變成點樣嘅人。而家我要講一個非常重要嘅時間窗口。根據易學嘅推演，而家呢個階段，即係2026年前後，係一個非常特殊嘅轉換點。舊嘅能量喺度結束，新嘅能量喺度開始。嗰啲靈魂層次夠高嘅人，對新能量嘅感應力比任何時候都要強。如果你而家聽緊我講嘢，呢個絕對唔係巧合，係你嘅靈魂帶你過嚟嘅。最後我仲要補充一點，所有呢啲嘢嘅基礎係你嘅身體。靈魂再強，如果住嗰間屋壞咗，佢都發揮唔出力。好多成員再來嘅人，身體喺3個地方有虧損，分別係神經、心血同脾氣。神經不足嘅人，成個人好似冇電咁，記憶力下降；心血不足嘅人，睡眠唔好，容易焦慮；脾氣不足嘅人，諗法好多，但係就係行動唔到。點樣調理呢？首先係睡眠，夜晚11點到凌晨1點係膽經工作嘅時刻，凌晨1點到3點係肝經工作嘅時刻。呢2個時辰你必須瞓得着。
如果你每日熬夜，你嘅膽氣就生唔起嚟，你嘅肝血就無法回收。不管咩原因，10點半之前請放低電話，準備瞓覺。其次係飲食，少食生冷同油膩嘅嘢，多食溫熱、容易消化嘅食物。食飯嘅時候唔好睇電話，要感受身體喺度接收呢啲能量。呢種食法補入去嘅嘢係唔同嘅。最後係運動，唔係叫你去跑馬拉松，而係等你有氣血流動起嚟。行路就係好好嘅方法，但係要抬起頭，腳踏實地去感受每一步踩落去嘅力量。身體調好咗，使命認清咗，最後仲有成堂課最核心嘅嘢，叫做回向。好多人以為努力就係為咗令自己過得更加好，呢個諗法冇錯，但係唔完整。成願再來嘅人，如果你只係為咗自己努力，你會發現就算賺到錢你都唔滿足喎，因為你個靈魂知道你仲有一件事未做，就係將你學到嘅同悟到嘅回向俾更加多嘅人。呢個唔係叫你去捐錢，而係用你呢一世受過嘅苦化成嘅智慧，去幫助嗰啲仲喺苦難入面出唔嚟嘅人。你曾經喺黑暗入面待過，你知道嗰種絕望。你行出嚟之後，回過頭俾仲喺黑暗入面嘅人遞上一支蠟燭，呢個就係回向。當你真心去幫助人時，你累積嘅陰德會喺原有嘅基礎上翻倍增長。今日呢堂課我講咗咁多，我唔係為咗出名，我之所以講出嚟係因為我知道而家有一批人正處於生命中最關鍵嘅轉折點。如果呢啲話可以令其中哪怕一個人突然諗通咗，明白自己點解受咗咁多苦，咁呢堂課就有價值啦。請記住一件事，你呢一世受嘅苦唔係白受嘅，你嗰份講唔清楚嘅感覺，亦都唔係你想多咗，嗰個係你嘅靈魂喺度提醒你，你有一件重要嘅事要完成，去完成佢啦，唔好等呢一世帶住遺憾離開。今日就講到呢度。